行政议会今日通过《儿童托育服务法》草案，将2岁以下托育单独立法，重点包括着有关居家托育人员职业的资格，要求这托育机构录影要保存30天，而且要传到地方政府分端。这托育人员若准牵涉苦毒囡仔行为上当，会当罚到60万，也会公布行为人的名声，也有托育机构。 最近这几年，真侪件儿童虐待事件，互大家真注意。为开案到幼儿园不当对待，一直上新闻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为2018年到2025年3月，托育设施甲居家托育人员拢有大幅度成长。行政院初备通过《儿童托育服务法》草案，将法律改提升到全法，针对0至2岁托育规范单独立法，拢总有6章78条，所来要送立法院审议。请卫福部会同相关机关。 积极建立制度，并整合资源，结合民间参与，发挥对家庭最大的支持力量，与家长携手，共同为孩子打造安全、友善而优质的成长环境。 草案5大重点包括提高居家托育人员职业资格，增加保姆记点制，明定托育机构要录影，而且保存30天，团起地方政府的电脑，也甲托育相关人员，若是有身心虐待，也是情况重大性骚扰等，相关的当罚代票60万，并公布行为人的姓名加机构名称。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3读通过了之后，那期待是6个月，我们能够把这些执法能够完成。对儿童法草案，托育团体正面看待，暗过嘛提醒相关影像的调阅必须要有一定的事情，而且要做好文书甲治安的防护。不可以让影像就是有外流的疑虑，因为这不只是对老师，也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，因为那个其实是各自影像的一个孩子生活的一些情况。现在的管理机制里面会允许，真的是少部分的托育人员，他们可以不断的在违规、辅导改善。 跟再犯的这个循环里面，其实不能够缺少的是要有一个完善的退场机制。相办真侪县市政府居家托育服务的偏远如基金会建议，相关法条应该落实建立无责任托育人员的特定机制，通确保受托儿童也甲家庭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